最近呢係世界好多嘅戰亂，特別呢係伊朗同美國以色列嘅戰爭呢，都引起好多人嘅關注，係咪屬於係末日之戰呢？咁講法非常之多嘅。不過呢，我哋先要搞清楚下，如果我哋真係相信聖經，又相信基督教嘅人呢，唔好隨便將任何一個講法係代表等於聖經嘅預言，因為而家都好多人去講緊預言啦。咁邊個先係啱嘅解釋呢？我哋要明白，人係有限嘅，冇人係可以代表上帝去解釋聖經有關未來嘅預言。咁預言呢，通常係發生咗之後，我哋就知道聖經嗰時講嘅係真。咁例如喺舊約聖經講到呢，以色列人被擄即係被呢個巴比倫滅咗呢個後巴比倫帝國尼布甲尼撒王滅咗之後呢，咁後來有70年之後呢係回歸。咁事實上係真嘅。咁所以當呢個時候發生先至原來聖經啲先知講嘅係真嘅。咁但係之前呢，即係發生之前呢，我哋唔可以隨意推測一啲嘅跡象就當係絕對係解釋。呢個係我哋對預言問題呢必須有一個嘅清晰嘅態度啊。咁咧喺基督教講到呢個末世嘅預言呢，同猶太教都係咧講到即係最後係有個救贖嘅來臨，就係以基督教嚟講就係耶穌基督咧翻嚟。因為當耶穌基督咧係喺2000年前嚟到人間咧，咁佢經過喺人類當中施人好多嘅慈愛憐憫，幫助人解決種種嘅困難痛苦，但係最後佢都俾人陷害，釘死佢喺十字架上面。咁佢當時表現咗好多嘅神蹟大能，包括能夠叫死人復活，能夠醫病趕鬼咁等等咧又或者用5餅魚餵飽5000人，呢都係似乎係應該預言裏面講嘅彌賽亞先有呢啲神蹟，即係佢係上帝嚟到人間啦。咁而新約聖經好清楚呢啲門徒親眼見到佢嘅一切。顯明咧喺約翰講到佢就係道成為肉身，就係真理自己嚟到人間。但係佢哋又親眼見到呢個係既然係彌賽亞，即係人類嘅救贖主，又竟然咧被釘死十字架。咁但係又親眼見到佢死而復活。咁當時啲門徒即係覺得好驚奇啦。咁但係耶穌話你要將呢個信息傳開去，由佢釘死十字架咧係將人類嘅苦難同罪惡由佢嚟擔當咗，使到人可以生命咧從苦罪中解放咧，轉化出新嘅生命。咁咧但係耶穌同佢講咧，但係呢個信息係傳俾全世界人知道。咁咧佢而家就升天啦，啲門徒親眼見到佢升天，但係咧又聽到天上聲音話咧佢將會再翻嚟嘅，就係咁樣上去又會咁樣翻返嚟人間咁。咁耶穌基督幾時翻嚟咧？咁我哋咧係冇辦法咧係完全知道啊，因為聖經都講過咧係耶穌翻嚟都會唔係我哋估得到嘅，好似啲賊要夜晚入你屋企，你唔知佢幾時會入你屋企係咪？咁耶穌基督翻嚟都係咁樣嘅，你唔會估得到。咁所以我任何人推測耶穌基督翻嚟咧，都有可能有好多嘅錯誤啊。咁歷史上係有啲人係作過啲錯誤推測啦。咁但係咧，如果計年代咧，咁因為而家死海古卷揾到一份舊約嘅時期嘅一份嘅材料，就係有關咧係以前猶太人嘅曆法。咁由死海古卷以及咧考古都揾到一個喺地上整成嘅一個古代曆法，係根據太陽照射中間嗰支棒而對猶太人嘅節期有準確嘅時間咁係用陽光嚟到確定。咁呢個古曆法咧，有啲講法就話佢可能都係創世時期落嚟嘅所知道嘅嘢。咁呢個就話咧世界大概有7000年。咁呢個7000年咧係即係上帝創造由亞當夏娃開始到而家7000年啦咁就呢7000年咧，頭2000年係混亂嘅時代，第二個2000年咧係律法嘅時代，即係摩西頒布律法啦。第一個時代係人犯罪搞亂咗世界，咁然後咧第二個2000年就係摩西嚟頒布律法，咁就使到人類係有上帝嘅啟示，知道人應該點樣有好嘅行為同埋正義嘅正當行為。咁然之後咧就到第三個1000年咧，就係耶穌基督嚟咧，係將人嘅罪咧係寬恕同埋去潔淨。
咁以至到人咧就進入恩典嘅時代，可以直接咧回復同上帝嘅溝通嘅關係。咁由到6000年就完結啦，就耶穌就會翻嚟，就建立千禧年，就係第7000年。呢個係一個即係而家揾到嘅講法啊，唔係聖經本身講啊，係一個講法嚟嘅。咁呢啲咁樣嘅講法咧，究竟係唔係真嘅咧？咁樣嚇，即係咪用咁嘅年份計咧？呢個喺神學上叫時代論。咁但係有啲時代論嘅提出咧，主要就係話咧，根據預言咧，以色列係會復國嘅，即係喺公元70年亡國，但係之後會復國。咁結果咧，又真係以色列咧喺1948年復國咧，所以時代論派話嗱，即係聖經真係即係講嘅預言，包括咧以色列復國係真係發生咧，咁即係話呢啲嘅時代應該都係真。嗱，但呢個唔係絕對，即係一種神學觀點啦。咁就所以而家以色列復國之後，就係耶穌翻嚟嘅日子近啦。咁但係到當時根據但以理先知嘅預言，就係咧係由建築聖殿到咧重建聖殿到呢個嘅以色列亡國公元70年呢個年份，即係到耶穌來臨嘅年代，係年份計都好準確嘅。咁但係中間有一段日期佢唔講嘅，就講到最後，咁最後咧嘅日期就係有7年。咁所以話有7年嘅末後時期，包括係人嘅被提與基督重新會面啦。咁被提有唔同解釋嘅，話真係飛咗上天，有啲就話咧其實個心靈同耶穌會面等等啦。咁然後咧被提遇翻耶穌之後，喺災難中咧好多嘅信徒都得到上帝保護。咁然之後咧就耶穌就翻嚟啦。咁呢個就係基督教講法。咁但係咧呢啲講法同今日政治有冇關係咧？咁其實咧都係一個嘅推論嚟嘅啫。咁不過咧猶太人方面咧，佢就講到咧係有彌賽亞降臨嘅日期到啦。咁主要都係由中世紀以嚟嘅塔木德呢啲嘅猶太教嘅資料嚟講，就係講到咧呢個波斯即係伊朗咧，喺彌賽亞來臨之前咧係有一個陣痛期，即係好多災難嘅時期。咁波斯會有一個關鍵嘅角色，而且波斯王國咧係會倒下嘅。咁呢個就係救贖前兆啦，即係話佢認為彌賽亞呢個時候先嚟。基督教認為彌賽亞係耶穌嚟嗰陣時已經嚟咗，猶太教彌賽亞未嚟嘅，呢個救世主未嚟，要等到即係波斯王國倒下咧就係救贖嘅先兆啦。呢喺舊約聖經都冇講，係佢哋嘅推論嚟嘅啫嚇。咁而家咧一啲嘅拉比就將咧呢場而家以色列同伊朗嘅戰爭咧解釋為彌賽亞前嘅最終戰役。於是咧以色列有啲嘅較為保守嘅拉比都係咁相信嘅。咁裏面咧有個好奇特嘅講法，又引好多嘅討論，就係呢個特朗普嘅名咧喺佢嘅字母如果轉做希伯來文咧根據所謂希伯來數字命理學呢個叫 Gematria。咁咧就係即係每個希伯來文都有個數字，個數字可能有啲意思。例如喺新約聖經都提到666，咁就係當時約翰講到即係一個嘅迫害基督教嘅領袖啦，一個大君王666。咁首先佢用666咧，一般人發現迫害基督教嘅羅馬大帝尼祿王係轉到希伯來文咧有666嘅。咁所以咧佢其實係想講尼祿王，不過當時唔可以直接批評皇帝喺羅馬，所以咧佢用咗666代表。咁但係同時佢呢666又會係同時指未來末後世會再有一個咁樣嘅666嘅數字出嚟，可能係一個人，可能係一個勢力，或者係某啲嘅科技咁。而家有好多嗰啲解釋啦，666嘅解釋啦但係呢種嘅所謂數字命理學咧唔係等於聖經真理即係希伯來數字攞嚟提出嘅。咁而約翰所用嘅咧，嗰陣時即係為咗避免直接提羅馬皇帝羅馬斯撒凱撒尼祿嘅名好啦，咁我要搞清呢啲先，唔好一定將佢絕對化。但係如果用呢個Gematria 去解釋咧，有個以色列人嘅拉比叫 Berger Yosef Berger 咧，咁佢係呢個大衛王嘅墓喺錫安山墓嘅主領嘅拉比。
咁佢話佢自己咧係呢個大衛王嘅後代嚟嘅。咁咧佢屬於一啲嘅神秘主義派嘅猶太教。咁佢認為咧呢個特朗普就係佢嘅字母喺呢個希伯來嘅命理學中咧就係代表即係彌賽亞。咁呢個咧就係叫424呢個數目咧拼出嚟即係就係指咧來自大衛家族嘅彌賽亞呢個數值。咁所以就有人話特朗普就係啦咁。嗱，咁呢件事就引到特朗普咧就覺得係好高興啦。咁亦有啲基督教嘅人亦支持呢個講法。咁以至到咧而家呢場同伊朗嘅戰爭咧就被解釋為係一場即係類似聖戰咁嘅戰爭，就係應驗呢啲嘅預言。嗱，我話俾你聽，呢預言係聖經冇㗎咁聖經有嘅預言咧就係例如講到末後戰爭咧係有呢個嘅哈米吉多頓咧，就係講呢個日出之地，有啲就指古列王時期嘅波斯。咁呢個波斯咧會有2億嘅大軍過嚟。咁呢2億咧可以係指即係伊斯蘭世界嘅總和嘅軍事勢力咧，係會打入以色列咧，就喺耶斯列平原，即係又叫哈米吉多頓嗰度咧有場大戰。呢場大戰又同咧以西結書裡面38章講到嘅預言呢個歌革同馬各地嘅歌革，同埋咧嗰啲嘅羅斯米設，羅斯即係俄羅斯都係真實嘅你都要認好清楚。米設就莫斯科人咁但係土巴就係指咧呢個歐洲南歐洲。另外仲有哥滅同陀加馬係指咧呢個嘅英國、法國、德國、波蘭呢啲地方等等。咁你歷史學家估㗎啦咁就會有場大戰。咁裏面又包括埋波斯咁波斯當然包括埋土耳其、埃及等等，因為當時波斯控制呢啲地方。咁同埋咧話古實即係北非嗰啲阿拉伯國家，即係有場咁嘅多國大戰。咁可能就即係指哈米吉多頓。咁但係因此唔等於而家即係伊朗同美國就係呢場仗喎，即係話有可能嘅啫喎。我哋所有呢推測即係有可能，唔好將佢絕對化。咁更加唔可以咧絕對化咧，就係將特朗普呢個總統等於呢個彌賽亞再嚟。咁而且呢個猶太教講嘅，基督教冇理由將佢當真㗎。咁就但係有啲基督徒嘅牧師又係支持呢個講法。咁但係都其實咧係如果根據猶太教咧嗰個彌賽亞應該係咧係大衛嘅子孫先得嘅，唔係咧特朗普。特朗普本身唔係猶太佢唔係猶太人，更加唔係咧以色列人唔係即係亞伯拉罕嘅後裔亦唔係咧呢個大衛子孫。咁咧，所以我哋都要搞清楚咧呢啲嘅問題咧，唔好進入咧係一種即係將預言嚟到絕對化而變成一個政治上嘅觀點咁特朗普好唔好咧？大家可以用你自己對政治嘅觀點嚟評論。佢有啲好嘅地方，佢有啲做得唔好嘅地方。但係我哋千祈唔好話佢就等於彌賽亞咁就唔好將呢啲嘅預言係由數字命令學猶太教嗰邊轉咗嚟咧，基督教會接受呢啲話，其實係冇任何必要嘅咁同埋而家係咪就等於哈米吉多頓或者以西結書38章？有可能係，有可能唔係。到真係爆發嘅時候，我哋先至知道。任何語言，我哋必須要自己將自己嘅權威降低，然後咧將自己個心咧係去仰望上帝，就盼望未來。我哋知道終有一日，呢個世界經過好多嘅艱難亂局之後，會變得更美好，因為耶穌基督會翻嚟。呢個就係真正預言嘅意義咧，就係我哋對前面有盼望。但就唔係話咧去解預言解到將政治上某啲問題用預言去支持佢咧，咁就係過分咧將人嘅解釋咧取代咗聖經嘅真理啦。咁所以我哋千祈唔好咧係推崇某個人就係彌賽亞。咁當然有第二啲人話特朗普係敵基督喎，我哋又唔可以話特朗普係敵基督，亦唔可以話佢彌賽亞，因為要睇發展落去係點樣發展，合唔合乎聖經面先，唔係今日咧作咗咁多嘅講法，講到咧係天花亂墜啊！唔好咧當係真。當然仲有話第三聖殿呢個時候會重建，但係呢個都係某啲猶太人主張嘅，又揾咗啲紅嘅牛
整咗金嘅燈台等等，預備重建第三聖殿嗰陣時咧，就係即係彌賽亞翻嚟啦咁。咁目前咧未有真正嘅任何行動去做咧，除非咧因為打仗打犀利，又將嗰啲嘅巴勒斯坦人咧係趕走，又突然間用軍事佔據而家聖殿山，咁又將其中嗰個古聖殿嘅位置就同今日金頂廟係唔同位置，重建翻聖殿，咁先真係有第三聖殿嘅重建。咁會唔會呢？唔知道，我哋都要留翻睇下上帝點樣繼續帶領世界發展，用按佢嘅旨意。而家係咪就等於絕對末後嘅日子？我哋唔知道。不過睇嚟有啲似，咁我哋就帶住盼望去睇發展點樣係最重要嘅。讓我哋用一個盼望同埋愛心去面對今日嘅世界。有盼望即係我哋唔擔心世界點發展，有愛心就係無論世界點樣，我哋繼續用基督嘅愛去愛人呢，先係最重要。